昨台北艋舺有一台发财车，向往内线的车道切出去外口，刷出去控制，弄到公车站的牌仔。而且现场是有2个时段在等公车，煞轰动一个骨折送病院。驾驶表示是因为档出问题，要闪别台车，才会冲出去外口。公车到站停，乘客一个去伫车顶，敢若剩无几个民众继续等车。公车才走无几分钟，一台细台货车就忽然间冲出来，驶去伫人行道。真伫恐怖的时阵，摇雨伞查某人被过无风弄着，毋过撑起来，警察紧急到场，甲人扛起哩软桥。原来有2个老先生嘛伫现场等公车，代志忽然间发生，因袂赴反应，随着风弄着，规身躯真侪所在骨折送病院。那时候有听到砰一声，那边就有一台货车撞到2个椅子，然后有撞到人这样，然后老人的那个伤势是蛮严重的，就有流血，直接有1/3的那个车都已经到了人行道上了，一个是被那个叫什么车头给压住那个椅子，然后把它压在里面。当来到案发的所在，伫台北市的艋舺，站牌轰动甲登去现场有火。警方调查发现，48岁姓陈的驾驶，日早起11点外，驶伫万大路的内线，忽然间对正边偏，路尾规个失控，冲去伫人行道。经过酒测，伊并无驾酒驶车，肇事司机讲是档歹气造成的。因刹车失灵，为闪避前方车辆而向外侧行驶，撞上人行道上72岁的吴男及88岁的陈男2位行人。受伤的这2个过路人暂时无性命危险，因嘛拢还未提告过失伤害。另外，对详细案发的原因，拢要等警方进一步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